行啦，出發啦！已經每2、3分鐘一次抽蟲高速啊！走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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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即刻走啦！走啦走啦走啦！而家冇事啊冇事啊，嚟到浸會啦！9樓先係嘅，啲職員而家帶緊我哋過去，都幾好啊 ！Hello May， 嘿 ，hello， 睇住孫仔出世啦！係啊，期待咗好耐啊呢個日子。然後就跟住職員嘅指示，直接上咗 D 座9樓嘅產房，而家坐喺度等啊，我哋一直等到天就嚟光。點啊？咩心情啊？既興奮又緊張啦，係峰回路轉啊！坐過山車。頭先其實所有嘢都發生得好快。今次啊，黃寶媽咧果斷啊，佢嘅決定係正確嘅。我哋12點即刻決定搭的士嚟醫院，嚟到嘅時候1點鐘，當時都已經開始4度啦。係啊，大約10分鐘前呢，有個姑娘出嚟好好啊，咁我順便係問下姑娘啦，咁原來已經開咗9度啦，差唔多出嚟㗎啦，黃寶寶。我哋而家喺度熱切期待緊啦。我哋希望盡快有好消息啦。最後黃寶寶大概凌晨5點出世，母子平安啊！好攰啦已經。呢個只係開始嚟啫。